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就真的不管？严雨峰，自己很屌嘛。车不错呀。别动我车！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想打架啊你们？哎，这个是你说要打架的呀？我，哎，怎么敢打我？不是打！少杰，你干什么呢？助攻我啊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的球技就是为了赌球的。赚点外快而已，怎么了？我转省实验了，现在我是助理教练，并且我以助理教练的身份邀请你加入球队。接肉了。哎，每次想跟你们多讲两句，就下课了。下课吧。老师再见。我们也走吧。走，走。哎，苏璇，等一下，来坐。我求求你了，就别告诉老师了呗。我喜欢他。看你的审美。你看啊，那天我一直在帮你拉票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别说了，都怪那个严雨峰，什么东西？我让你别说了。你为什么打人啊？你新下的吧？对呀，我还没下过呢。行，你要告诉老师也行。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就那么喜欢严雨峰啊？他有什么好的呀？闭嘴！严雨峰，你说这向杰和苏雪什么情况？明明是苏雪喜欢你呀，翻什么白眼啊？这苏雪是我们的白衣校花，你要是跟她在一起，那就是白衣校花和长腿欧巴，好浪漫啊！哎，林一峰，你说我们会输他们多少分？
在篮球场上，我只想赢。严雨峰，过来一下，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要干嘛？昨天那事儿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别跟教练说。把球给我。哎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惹我。哼，你真的是很屌啊！啊！你他妈推我！你他妈敢打我啊你！他妈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他妈敢打我！行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教练来了，看点。怎么回事？干什么了？教练，是他先推的向杰。不是这样。哟，这谁啊？怎么大晚上在这儿啊？不爽啊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不爽。哎，是不是找我挑战呢？上次我们也没分出胜负啊。对啊，还记得我的宗旨是什么吗？欢迎约战，随时恭候。来吧。哎，欢迎约战，随时恭候，是你说的对吧？有事吗？是你说我们野狼队不像野狼，像土狗。请你别打扰我们比赛。小兄弟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，赶紧滚！我再说一遍，请你别打扰我们比赛。看样子你也想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野狼。没人吧？我知道他去哪了。走。都给我起来！滚！啊，平常你还挺能打的嘛，怎么样，爽了没有？还行，比不比了？你忘了我的宗旨了吗？欢迎约战，随时恭候。啊？来，教练。
哎，让我看看。不错啊。严雨峰，下午比赛没有打，教练是特意来找你的。高原，你是不是又和别人打架了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技术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校队啊？校队？算了吧。如果你们真正喜欢篮球，想提高自己，那就加入校队。但是机会要自己争取。起来，我们走。严雨峰，快点啊！